也拿登来看咱台湾的军力，这后备战力是国防真重要的一块。不过，根据立法院的统计，到今年6月底符合9条条件国民，是还阁有6.5%无去互9条过。立委就烦恼讲，安尼后备军人是会渐渐失去能力甲技术。上阵目标是弹射击，要加强9条员的实战化训练，强化后备战力。新制9条，毋但是已经扭长做14天，还阁纳入女性官兵志愿9条。不过，立法院预算中心的报告指出，最近这几年后备军人实这9条的比例无达到标准。到今年的6月底，会当选来9条的人数内底，也是有6.5%，前到搭毋捌受到9条。军事专长的机能恐惊会渐渐的消失。绝对会有影响嘛。稍稍的这个民众的意愿不是那么高，以现有的国军的战备跟国军的这个士气来打，没那么大的信心。最大的问题是人员不足，不是说来的人不够，是因为能够带他们的人不够，所以变成说他要相辅相成，你要必须等到能够带的人员是足够的，你的教招的量能才能往上提升。9条是以后备战力真重要的部分，不过现在传出有人收到9条令，煞无缘无故无去报道，真正都有同行民众因为安尼，防以妨害兵役治罪条例判关60天。专家分析，虽然来参加9条操作新型的装备几率是真低，不过参与9条会当学习个人战机的专长，嘛建议国军会当依战略的需求，和9条员转训或者是接受新的训练。教招员专长的，看是不是要转训哪一些专长适合转训到哪一个装备或者是他必须要做新的训练。立委黄仁建议讲，要改善无特别原因不爱参加9条的问题，要为强化宣导来做，互民众理解参加9条的义务，增加认同感，才会当互民众更较重视9条的必要性。记者综合报道。